哇！弟弟俾媽咪呢一扎花 ，so nice。邊個整噶？我跌咗整啊！做咩送俾媽咪嘅？surprise 媽咪啊 ，OK， 哇，好靚喎！寶卡啦，咁你想同媽咪講乜嘢啊？Happy birthday 定係 Happy Mother's Day？Happy birthday 啊？那 Happy Mother's Day 啊？Thank you， 弟弟 ，Happy Mother's Day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哥哥，你有東西要 surprise 媽咪是嗎？什麼事情？媽咪，父親節快樂！哇！對，發跟一個自動筆。OK， 為什麼會送這個folder還有那支筆？因為我本來要送你3朵花，結果學校賣完了，所以我直接選了這個。哦。這個你可以裝葉子，然後就可以寫東西。OK。寫什麼？寫你做錯什麼事情是嗎？不是，可以寫字啊。寫字。寫東西做筆記啊什麼。哇，謝謝。所以這個禮物是母親節快樂。母親節的禮物哦，你們真碎，謝謝哥哥。喂，你們在幹嘛？媽咪 ，We love you。Oh, so sweet. I love you too.